credo in te. Pater omnipotente.嘿，大家好！有一段時間咧都冇更新呢個頻道咁啊，所以其實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修會希望我哋啲神父就專注喺神修方面咧，主要喺工作或者喺堂區工作方面咧，所以出咗個指引就係話要求我哋唔好擺太多嘅時間啦，即係除咗喺堂區嘅工作之外，唔好擺太多時間喺啲拍片嗰度啦。咁啊，所以因此就好少。即係除咗堂區嘅 talk 之外咧，即係好少喺涉足喺呢個網上啊拍片係講解呢啲嘢嘅。咁所以就係咁樣嘅原因，所以一段時間都冇做呢啲嘢。咁最近即係同修會嘅院長，即係修會會長講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咁佢就我哋講到呢個問題嘅時候，咁就嗯講過，即係話，因為我講過就係話呢個喺呢一方面嘅資訊咧唔係好多啊，咁所以因此咧就希望能夠作出一分嘅綿力啦。咁就幾經辛苦咧，就最終咧就得到啊會長嘅同意啦。咁就同意我繼續去營運呢一個嘅頻道啦。咁所以喺呢度都感謝會長佢嘅即係佢嘅體諒同埋支持啦。咁亦都希望能夠即係完成埋我未講完嘅部分咧，關於彌撒呢一方面嚇。咁其實都有一段時間咧。其實我哋上一次講嘅時候咧，我記得好耐之前啊，講緊都差唔多幾年前啊。係咁我哋講一段嗰個時候咧，就係講最後嗰次咧，都係講完咗奉獻禮。咁我諗今次開始翻咧，就想講翻個彌撒正典、彌撒嘅常典嘅，由彌撒常典開始啦嚇。咁其實我本來咧就最初嘅時候咧，即係諗住話，即係講十講彌撒十講係嘛。咁但係點知講下咧，就好似啲睇翻啲片咧，原來都幾長下，都兩三個鐘頭咁有陣時。咁啊唔想搞到條片太長，咁所以因此咧就想即係唯有咧就只係能夠每一講分開上中下集咁講啦，咁我會比較好啲咧，可能條片會冇咁長，所以啲人會睇得容易啲嚇。咁我哋睇下彌撒常典咧，彌撒常典其實就係我哋叫羅馬彌撒常典，就叫做 Canon Missam。咁呢個 Canon Missal 咧，即係或者叫 Canon of the Mass 啊，彌撒常典，羅馬彌撒常典。咁其實拉丁彌撒喺傳統嘅拉丁彌撒裏邊咧，其實最神聖、最莊嚴嘅、最古老嘅部分咧，就係呢一部分叫做彌撒常典。咁彌撒常典嘅拉丁文咧叫做 Canon Missam。咁佢嘅中文通常叫彌撒常典啦，或者係彌撒核心嘅部分，彌撒係最核心嘅部分啦，可以咁講。咁即係話，如果整台彌撒咧係一座宏偉嘅聖殿，咁其實彌撒常典咧就係呢一座聖殿嘅至聖聖所。所以如果話整個彌撒係一場神聖嘅祭獻，咁樣彌撒常典就係祭獻嘅中心嘅高峰，可以咁講，係啊。咁 Canon 呢個字咧，其實就同相機冇關係嘅，係咁就係其實呢個字 Canon 係一個希臘文嚟嘅，叫做 Canon。佢嘅意思其實就係講緊咧，就係一支好直嘅木棍咧，係或者係一個好即係一條嘅蘆葦草啊。嗰陣時都用蘆葦草，主要係用嚟咧去量度用嘅一把尺。係啊，咁就好似嗰啲木匠或者泥水匠咧，佢哋用嗰啲即係準繩嘅尺度係。咁喺嗰個建築學嚟講咧，就係通常佢係都係指嗰個，甚至可以係指為係嗰個水平儀嘅，係個水平儀，去用嚟咧去判斷係咪符合準則，係咪符合標準嘅一種嘅工具。咁因此呢一個字咧，其實逐漸咧就引申到咧，就係話講緊係一個固定嘅標準啊，係唔可以更改嘅規範嘅意思。咁其實落教會其實好早嘅時候咧，都採用咗呢個字嘅，係例如咧，即係我哋有聖經嘅正典係咪 Canon of Scripture 係啦，即係講緊教會正式承認嘅聖經嘅書卷嚇，即係佢係我哋73本書咁。
係啦，咁呢個就係彌撒正典嚇，所以呢個叫聖經嘅正典。咁教會其實有法典噶嘛，係咪？咁我哋叫做 canon law 係咪？canon law 嘅意思即係話係講緊規範教會生活嘅固定嘅法律。咁我哋都有咩啊？有 canonization 係咪？有個字叫 canonization，即係話列入聖品嚇，即係嗰啲即係將某位嘅聖人去正式列入教會恆常敬禮嘅聖人嘅名錄，叫做 canonization。咁所以你見到呢啲字咧，其實都係同 canon 係有關嘅，係啊。所以同樣地咧，彌撒常典咧 canon of the mass canon missal 呢個其實嘅就講緊話彌撒之中固定不變嘅部分。咁我哋大家睇到啦，即係彌撒裏邊咧，即係一年裏邊咧，彌撒有好多個部分，有好多經文咧，其實係隨住節期啦、瞻禮啦或者係季節而改變嘅。係啦，例如集禱經啊、書信啊、福音啊、奉獻詠啊、領聖體後經啊等等等等嚇。咁但係彌撒常典咧，幾乎咧係完全咧係保持不變嘅。除咗頌謝詞咧，除咗 preface 以及一啲好重大喺某啲好重大嘅日子之中咧，稍為去作增補嘅嗰啲communicantes 行 Egital 呢啲之外咧，其實整個彌撒嘅常典咧，基本上日日用嘅字咧，都係念緊同樣嘅文字嘅嚇。所以因此 canon 咧，佢唔係單單淨係表示固定不變咁簡單，佢都象徵咗呢個教會咧對呢篇嘅經文，對呢篇嘅禱文咧係有住極高嘅尊重同埋極高嘅崇敬嘅。所以彌撒常典咧，呢個係羅馬彌撒常典咧，其實係嗰個歷史係非常之悠久嘅，係非常之古老嘅。彌撒常典咧，唔單止係彌撒之中最固定嘅部分，佢亦都係全個彌撒嘅全個禱文裏邊係教會最古老禱文之一，可以咁講。咁然而咧，佢嘅真正嘅起源咧，其實都係到而家為止，即係都係籠罩住喺歷史之中嘅迷霧之中，可以咁講。冇乜人可以能夠確實去指出究竟佢係邊個時候寫成嘅，或者佢由邊一個寫嘅，或者係點樣佢能夠逐步去形成今日嘅模樣咧？呢啲嘢全部都係仍然都係摸索之中，可以咁講。可以冇人話俾我哋知道幾時係出由邊個寫嘅，邊個書寫嘅呢個禱文。有啲學者咧認為咧，即係呢個作者咧，即係寫呢個 canon 嘅作者咧，可能係第4世紀嘅教宗啦，係聖達馬森一世。咁有啲人亦都係歸功於即係當時嘅教宗叫做聖 Gelasius 聖傑拉修一世啊。咁有啲人咧，即係有啲學者甚至咧認為其佢個核心嘅部分咧，甚至可以追溯到去中途時代嘅禮儀傳統嘅嚇。咁其實呢個就係亦都係教宗當時嘅教宗一位教宗叫做聖 Vigilius 聖吉略教宗維吉略教宗。咁佢就係大約係6世紀嘅時候即係啊6世紀教宗啦。咁佢講嘅就係話明確定就表示咧，就話彌撒嗰個羅馬彌撒嘅常典咧，其實就係由中途傳統由呢個中途傳承嘅，去傳流落嚟嘅嚇。咁所以即係雖然咧，即係現代嘅禮儀學家咧，佢未必願意去直接去接受呢個中途親自撰寫嘅講法，但係幾乎所有人都認同就係話羅馬彌撒嗰個常典呢個內容咧係極其古老嘅嚇。咁其實最著名嘅禮儀學者咧叫做榮格曼，叫做Joseph Yeoman。咁佢認為咧，其實佢核心嘅部分咧，至少都係喺4世紀末就已經係存在嘅啦，必然地。咁所以你睇到即係話，我哋用緊嘅彌撒常典，其實基本上係由3至到2世紀、第3世紀嘅時候，已經係存在嚇，亦都係非常之古老嘅經文嚟嘅。所以我哋最重要嘅證據咧，其實就係嚟自於聖 Ambrose 聖安博。
佢嘅著作就係話，佢喺著作中提到咧，就係話我哋已經咧可以睇到咧，同今日羅馬尼撒嗰個常典係極為相似嘅祝聖嘅經文即係聖體嘅經文。咁因此即係話，我哋雖然我哋唔知道佢具體嘅作者，但我哋可以好肯定咁講，就係話我哋今一日我哋喺傳統嘅拉丁彌撒所誦念嘅彌撒常典，係同1600年前教會所使用嘅經文係有住直接同埋真實嘅關係嘅。咁教會即係歷史上最驚人嘅驚嘆嘅事實啦，可以話令人驚嘆嘅事實之一嚟嘅，就係話，自從喺大額我略教宗即係聖額我略一世教宗由呢個6世紀嘅時代開始以嚟，其實呢個羅馬尼撒經書呢個羅馬尼撒嘅常典咧，幾乎係完全冇被改動過嘅。咁傳統上，我哋認為咧，即係話聖亞我略教宗咧，佢只係加咗一句經文喺個呢個彌撒常典嗰度嘅啫。除此之外咧，呢整個嘅彌撒嘅常典咧，幾乎係原封不動保存至今嘅。咁呢個教會禮儀嘅，可以話禮儀史上面咧係極為罕見嘅即係所有好多個經文咧都係隨住因應住時代咧去修改嘅但係羅馬尼撒常典個被視為咧係神聖不可侵犯嘅產物嚟嘅，係教會嘅遺產嚟嘅。咁因此，所以咧，即係歷代嘅教宗咧，都好少去夠膽去去觸碰呢一個彌撒常典，去改動佢或者去修正佢嚇。咁喺1815年嘅時候咧，即係有好多嘅教友咧，當時嘅教友主教書記佢聯名去請願，去梵蒂岡請願，就係希望咧將聖若瑟嗰個名咧就加入呢個彌撒常典嗰度。咁個理由好簡單咧，就係當時因為聖若瑟嘅敬禮咧開始大家即係信友咧對呢聖若瑟嘅敬禮咧開始日益去增長。咁然而咧，即使喺咁合理嘅，亦都係咁廣受歡迎嘅請求之下咧，喺當時嘅教廷咧仍然咧都係拒絕嗰個批准嘅。咁原因嘅唔係因為即係對於聖若瑟不敬，唔係因為佢哋唔尊敬聖若瑟。亦都唔係因為教會認為呢篇禱文係太過古老等等，係因為教會認為呢篇經文太過神聖，係唔應該去改動嘅唔應該係去改動，亦都係因為反映咗教會咧對傳統嗰個深刻嘅嗰個嘅敬畏。咁我哋話即係教會嗰個常典其實包含住咩咧？其實即係根據即係根據呢個特倫多大公會議嘅教導咧，其實彌撒常典咧係包含咗3個元素。佢話咁第一個元素就係當然係包含咗主耶穌基督佢親口所講嘅説話啦。例如我哋睇到有祝聖餅酒嘅時候所建立嘅聖體聖血經文咧，係由耶穌親自佢講嘅説話啦。咁亦都係有一啲經文係嚟自呢個中途傳承嘅傳統流落嚟嘅經文咧。咁亦都有即係歷代教宗整理咗同埋規範嘅神聖嘅經文咧裏邊。咁因此咧，即係話彌撒常典咧，並唔係由純粹某一位作者去創作嘅，而係數個世紀。係我哋嘅信仰嘅傳承嘅結晶嚟嘅。咁喺呢個傳統嘅羅馬尼撒嘅羅馬禮咧裏邊咧，即係呢個彌撒常典咧係由咧呢一個 Sursum Corda 喺呢個頌謝詞嘅時候，請舉心向上開始，直至到去天主經之前嘅呢個小舉揚叫做 Minor Elevation， 即係話我哋藉着基督偕同基督在基督內。嗰個經文其實就係呢一個我哋想叫做彌撒常典。咁我哋即係隨住羅馬尼撒呢個羅馬禮嘅彌撒咧，逐漸去發展咧，
呢個羅馬經呢個羅馬彌撒嘅常典咧，呢個 Canon Missal 呢個部分咧，喺整個嘅彌撒嘅整個嘅禮儀之中咧嘅地位咧係越嚟越突出嘅。去到中世紀嘅時候咧，有一部分嘅經文咧已經被視為咧整台彌撒最神聖、最核心嘅部分。咁因而咧因此咧喺個彌撒嘅書籍嘅編排上面咧，亦都係得到一個非常之重要、好特殊嘅位置嘅。咁喺其實早期嘅教會咧，佢所使用嘅主要嘅經書咧，就係主要經書之一咧，就稱之為叫做 Sacramentarium，叫做聖事經書，叫做 Sacramentary。咁佢主要嘅收錄嘅就係其實司祭即係神父佢所誦念嘅經文。包括彌撒之中嘅集禱經啊、獻禮獻禮經或者係頌謝詞啊、彌撒常典啊、領聖體後經啊等嘅部分。咁所以當時嘅讀經咧，同埋啲聖詠啊，其他嘅部分咧，往往就係分別咧收錄喺不同嘅禮儀書籍嗰度嘅。咁但係後來因為方濟會嘅出現咧，係令到我哋有彌撒經書啦，將彌撒經所有嘅呢啲經書，將佢擺合一，即係將佢逐漸咧去整合咗，去收入咗喺一本嘅書裏邊咧，其實都係我哋歸功於方濟會嘅功勞嘅嚇，因為佢哋需要去不斷去出去開彌撒嚇，咁佢哋要 travel 嘅嚇，要去不同嘅地方去，所以佢哋唔可以帶住咁多本經書，佢哋只係帶住一本經書去出去啊去開彌撒。咁所以因此咧，我哋有呢本嘅彌撒經書，所以最後咧，即係發展咗我最熟悉嘅完整嘅彌撒經書，叫做 Missale。咁即使係咁啦，其實彌撒常典咧，仍然都係有一個非常之好獨特嘅位置嘅。咁佢通常都係放喺嗰個彌撒經書最重要、最方便去翻閱嘅地方。咁因此咧，即係因為呢個部分咧，幾乎咧係每日都會用嘅，而且咧個內容咧係基本係固定咗嘅。所以神父佢唔需要咧話，即係每日都去尋找揾呢啲經文嘅，揾呢啲不同嘅經文。而係佢好，即係佢哋可以咧，好容易地咧去翻到呢一個 canon 嘅呢一 part。咁通常喺彌撒裏邊咧，彌撒書咧會有嗰啲嘅，好似我哋叫 bookmark 咁啊，係啊，我哋叫做我哋 book tape 係。咁但係佢就有木 bookmark 咁咪可以一揭就揭到去羅馬，即係呢個彌撒常典嘅部分。所以咁如果即係呢個傳統嘅。甚至可以話係喺某些重要嘅隆重嘅主教彌撒之中，其實呢個都係留一個痕跡喺度嘅，就係話喺傳統嘅大禮彌撒咧，即係譬如主教大禮彌撒咧，可以咧即係話我哋睇到咧就係話係主教咧會用一本叫做 Canon Missal 係喺個彌撒裏邊嚇，咁佢就會呢本書咧係專係收錄咗咧係主要係彌撒常典嘅部分。咁你睇落去咧，就好似係一個好細嘅禮儀嘅細節，其實佢反映緊一個好古老嘅傳統嘅觀念，就係話 canon 呢一個 part 咧，佢唔係彌撒之中普通嘅一段嘅經文，佢係彌撒嘅聖祭嘅最至聖嘅核心，可以咁講。所以教會咧，即係甚至喺嗰個書本嘅形式上邊咧，佢都將佢其他嘅部分咧去區分出嚟嘅。就好似咧，即係話頭先講咗啦，即係聖殿之中嘅至聖聖所咁樣嚇，即係話整本嘅彌撒經書嘅呢個彌撒嘅可以話呢個彌撒嘅常典咧就係最神聖嘅嚇，亦都但係喺其之中喺彌撒經書咧係神聖嘅，但係喺嗰個彌撒個常典裏邊咧就好似彌撒書嘅至聖聖所咁樣，係最神聖嗰 part 嚇。咁一般嘅即係咁我哋即係話，如果當我哋第一次睇嗰個經書嘅時候咧，當我第一次即係第一次去細閱呢個羅馬彌撒經書呢個羅馬彌撒常典嘅時候咧，可能就好容易產生一種即係印象，就係話呢個係好似幾乎係
一連串即係不同時代累積落嚟嘅經文咁樣，好似好多篇唔同，即係唔同喺不同嘅累積從不同時代累積翻嚟嘅經文咁樣。咁即係話可能係有陣時會為教會祈禱，有陣時會為在世嘅人祈禱，有陣時會提到聖母同埋宗徒，有陣時會提到啊奉獻祭品、祝聖，跟住又提到亞巴郎、亞伯爾、麥基洗德跟住又紀念亡者，最後又讚頌結束咁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我哋只係逐段咁去睇嘅話咧，的確可能會覺得有呢啲經文咧係彼此之間咧好似冇乜關係咁樣。但係如果我哋退一步嚟睇咧，其實對整個我哋用整體嘅方式去睇嘅話咧，我哋就會發現到咧，其實就唔係咁樣。其實整個羅馬彌撒嗰個常典咧，其實就係一篇好宏偉，亦都係好完整嘅，我哋叫做感恩經，叫做 Eucharistic Prayer，叫做彌撒嘅感恩嘅祈禱。咁呢個其實佢唔係即係將一啲經文去隨便咁樣去拼湊而成嘅，而係咧佢係具有咧非常之深刻嘅內在嘅秩序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即係話，當我哋只係將佢想像成為一個好古老嘅哥德式大教堂啊，當你企得太近嘅時候，你只要睇到一條柱係咪？一扇窗或者一座祭台。但係當你退後一部分退後再睇成個座建築物嘅時候咧，你發現原來每一個部分都彼此呼應，整體有一種非常之美麗嘅平衡，其實就係咁樣嘅意思。所以我哋睇一對就退後啊，睇一睇原來嗰個彌撒嘅常典，佢其實就係咁樣啦。羅馬彌撒嘅常典咧個結構咧，其實係非常之清楚嘅。而且咧係有一種好美麗嘅前後嘅對稱喺度，佢唔係即係好多嘅零散嘅祈禱拼埋一齊，而係一篇完整嘅感恩祭嘅大祈禱。佢整體可以即係簡單嚟睇就係話，首先有感恩啦、紀念啦、奉獻啦，跟住祝聖啦。跟住就翻返去奉獻啦、紀念啦、感恩，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即係話祝聖係整個嘅 canon 嘅中心，即係話祝聖聖體聖血呢一 part 係成個彌撒常典嘅中心部分，而祝聖嘅前後嘅祈禱咧就好似鏡咁樣一樣咧咁去互相去呼應嘅。所以祝聖之前咧，首先我哋有感恩從感恩開始啦。咁我哋有頌謝詞啦，我哋有頌謝詞preface 所以神父係代表住整個教會去感謝天主，承認一切嘅恩惠都係嚟自佢嘅我哋將讚美、尊崇、光榮歸於佢嘅咁呢個頌謝詞最後帶領我哋咧，就係同天使一齊咧去歌唱呢個聖聖聖呢篇嘅經文 Sanctus。咁所以一開始嘅時候，我哋嘅目光其實已經喺地上去提升到去天上，係啦，加入咗整個天上教會對天主嘅朝拜。咁然之後接着咧就係進入咗呢個紀念，就叫 Teegito 嘅經文。咁首先就係為整個教會祈禱啦，特別係為教宗、為主教、為所有嘅持守公教信仰嘅同埋宗徒信仰嘅人去祈禱啦。係啦，咁呢一個嘅第一個我哋叫做 memento，即係話係為仍然係在世嘅人司祭就喺呢一度嘅喺呢個時候咧係可以默默去想起佢，即係特別去付託佢嘅意向嘅意向啦。咁之後就係我哋叫 communicantes 呢一個經文，就係將我哋再將我哋咧同天上嘅教會去聯合起嚟。咁我哋紀念聖母瑪利亞、聖若瑟、
宗徒、殉道者、所有嘅聖人。所以喺祝聖之前咧，其實整個教會咧都好似咧，我哋好似都被召集去到祭台嘅周圍嗰度。所有嘅牧者、在世嘅教友、天上嘅聖人都一齊咧咁圍繞住咧喺呢個祭台嗰度，同一個時間，同一齊咧去祭獻。咁呢個紀念之後咧，就進入咗一個奉獻。咁我哋叫做行 Ijito。咁再一次咧，即係由即係呢個整個嘅祭獻咧，去呈獻到天主面前，去祈求佢咧去收納我哋同埋佢全家嘅奉獻嚇。咁之後咧，我哋有 Quam Oblationem，亦都係話係更加直接地咁去祈求天主嘅祝福，去接納並且聖化呢個祭品。咁喺呢個時候咧，即係所有講嘅所有講即係可以講話，所有嘅準備嘅都完成啦一切嘅都集中喺即將發生嘅事情嗰度啦然之後咧就嚟到整個嘅 canon， 整個嘅彌撒常典嘅中心部分就叫做祝聖祝聖聖體聖血。咁所以神父係以基督嘅身份，係 in persona Christi 即係話以基督嘅身份去重述耶穌喺最後晚餐所講嘅説話。呢個係我嘅身體，同埋呢個係我呢一杯係我嘅血。咁呢一個就喺呢一度咧，即係餅酒咧，就經歷咗呢個質變，即係真正成為咗基督嘅聖體聖血所以加爾亞略山嘅同一個嘅十字架嘅祭獻，以無血嘅方式去重臨喺呢一個祭台之上。所以祝聖咧並即係唔係一個整個 canon 中其中一篇嘅重要嘅經文咁簡單，佢係整個嘅結構之中最嘅中心部分，亦都係最頂點嚟嘅所有嘅經文都係為咗呢一點而去準備嘅咁祝聖咗之後咧，就即係整個嘅方向就開始倒轉咗首先就係翻去奉獻。係啦，咁我哋有 Unde et Memories 呢個經文，咁就紀念咧耶穌咧嘅苦難咧、復活咧同埋升天啦，並且咧將咧現在已經祝聖嘅真正嘅祭品，即係基督佢自己，去奉獻俾天主。咁我哋跟住我哋有 Supra Quem 呢個經文，就係去祈求天主去悅納呢一個嘅祭獻啦。就好似昔日咧，即係去悅納呢一個亞伯爾、亞巴郎同埋麥基洗德嘅祭獻一樣。咁呢個三個嘅舊約嘅祭獻咧，其實都係預示咗基督嘅，其實佢哋係基督嘅預像嚟嘅。因為亞伯爾咧係奉獻最好嘅羔羊，而亞巴郎係奉獻咗佢自己嘅愛子。麥基洗德係奉獻咗餅同埋酒，係嘛？所以呢啲其實呢啲嘅都係預像，就係預像全部喺基督喺嗰個祭獻之中得到圓滿嘅咁之後我哋有呢個經文叫做 Supplices Theologamus，就係進一步去祈求天主咧，使到呢一個祭獻咧能夠被帶到去天上嘅祭台，去嚟到咧佢至尊嘅祭台之前嘅咁之後亦都係回翻去咧紀念呢第二個 part 就係個紀念，就係呢一次咧紀念嘅首先咧就係亡者啦，我哋紀念亡者啦，所以我哋有 memento， 另一個 memento 就係為亡者祈禱嘅呢個時候，咁就係為呢一啲嘅曾經即係為嗰啲信仰之中離開咗我哋先而去嘅人去祈禱嘅咁因此咧即係地上嘅教會同埋煉獄中嘅教會，佢都係聯合起嚟嘅呢個時候然之後咧，我哋有 Nobis Quoque Peccatoribus， 咁呢個當然咧，即係話神父會講得好清楚嘅，神父會大聲咁樣去講呢個説話。Nobis Quoque Peccatoribus 嘅意思即係話係為我哋嘅罪人承認，即係話我哋再一次想起我哋自己
去承認我哋係罪人，完全去依賴天主嘅仁慈，希望有一日我哋能夠同宗徒、同殉道者同埋諸聖一齊咧進入咧天國嘅嚇。咁跟住咧，我哋有呢個經文叫做 Per Cram Egg Omnia，就係將嗰個視野咧去擴展到去整個嘅受造嘅境界啊。咁就係去承認一切美善咧都係嚟自基督嚟自又係藉住基督咧係由天主而嚟嘅。咁最後整個嘅 canon 就係翻去最開始嘅部分，就係叫感恩、讚美同埋光榮。所以我哋有呢個 per ipsum 最後呢個藉着基督偕同基督，就係整篇嘅彌撒嘅總結，就係高佢嘅總結嚟嘅，就係話藉着佢偕同佢，同埋在佢之內一切嘅尊崇同埋光榮。都係藉着基督歸於天主聖父，係嘛？並且偕同聖神，世世無窮，係啦。咁呢個就係整個嘅，可以話整個呢個嘅圓環係完成嘅嚇。所以睇到嗰個結構咧，雖然所以最簡單嘅記法就係話呢個頌謝詞感恩，te igito，memento communicantes。跟住紀念有行 Igito quam oblationem 奉獻，跟住有祝聖整個 canon 嘅中心，跟住我哋有unde et memores superque supplices 就係奉獻嘅 memento 跟住 nobis quoque 紀念，跟住 per ipsum 感恩光榮，所以呢個結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佢睇到即係幫我哋見到咧，就幫我哋睇到咧，就話 Canon 佢唔係一連串彼此冇關係、完全冇關係古老嘅經文，佢係一邊非常之有秩序嘅經文，佢就好似一座拱形嘅大教堂咁樣，兩邊即係彼此係平衡嘅而正中央咧就係祭台，而就係嗰個祝聖嗰個部分。咁嗰個即係個整篇嘅祈禱咧，其實就從感恩開始，慢慢將整個教會帶到天主面前，將呢個祭品去獻上，到達呢個基督嘅祭獻，然後咧由基督嘅祭獻出發，將生者、亡者、聖人同埋整個受造界重新去帶回天主面前。而最後將一切光榮都歸於聖父，所以如果即係話用一句説話嚟去總結羅馬呢一個彌撒正典呢個彌撒常典嘅話咧，即係可以咁講就係話整個嘅彌撒常典其實就係一條從天主而來，藉住基督帶到嘅最高峰，最後亦都係喺基督之內回到天主嘅神聖嘅道路。可以咁講，所以彌撒常典咧，所以點解彌撒常典係咁重要嘅部分，就係咁嘅意思啦。嗱，你見到當進入彌撒常典嘅部分嘅時候咧，係有一個好獨特嘅即係喺新禮係揾唔到嘅，係只有拉丁彌撒呢個傳統嘅拉丁彌撒先會強調嘅呢樣嘢，就係喺呢個彌撒常典嘅時候咧係。仲係默念嘅，所有嘅經文你係教友係聽唔到嘅咁都係第一次你入去到呢個拉丁彌撒，參與呢個傳統拉丁彌撒嘅時候咧，當彌撒咧進入呢個部分嘅時候，進行咗呢個部分嘅時候咧，係啦，往往咧就會有可能大家都會感覺到好奇怪嘅一樣嘢即係話之前咧即係神父嘅聲音咧可以聽得到嘅但係當去到咧呢個 te igito 嘅時候咧，突然間個聲音咧係完全消失咗，係聽唔到佢講乜嘢嘅。咁信友當然佢仍然都仍然見到個神父嘅祈緊禱啦，佢亦都見到佢嘅嘴唇係喐動緊啦，係咪？當佢亦都見到佢嘅雙手係喺祭台上做出不同嘅動作啦，但係佢聽唔到佢講啲乜嘢。即係其實嗰個神父佢並唔係完全冇發聲嘅因為根據傳統嘅禮規咧，佢係一定要佢係以非常低嘅聲音
去重念呢個傾呢一個嘅彌撒嘅常典。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即係彌撒係足以讓佢自己去聽見呢個情況。但係正常嘅情況之下咧，祭台之下嘅信友咧，佢唔會聽得見嘅嚇。咁所以因此我哋就叫呢一個嘅部分咧叫做默誦或者叫做默念嘅彌撒常典，叫做 silent canon。咁我諗喺為現代人嚟講咧，其實呢一個好難理解，因為好多人都唔明點解要咁做，點解要聽唔見啊？點解嚇？因為我哋生活喺一個非常之強調咧，就係話，即係點我哋都要讓所有嘅人去聽見嘅，要讓所有嘅人去理解嘅，讓所有嘅事情能夠透明化嘅。但係喺呢個文化之中，所以我哋因此咧，我哋好自然地會問：喂，究竟既然大家都參與彌撒啦，點解唔將每一句嘅説話大聲咁去讀出嚟咧，俾我哋知道佢講緊啲乜嘢咧？係嘛？咁可能其實但係咧，即係教會咧，其實就偏偏就喺彌撒最神聖嘅時刻，佢去選擇咗沉默。而呢一個沉默嘅本身咧，佢係有一種神學嘅意義喺度嘅。咁呢個默念咧，首先係表達緊乜嘢啊？呢個默念係表達咗呢個聖祭咧，係司祭性嘅行動嚟嘅。其實即係彌撒咧，當然係整個教會嘅祭獻啦。其實各信友亦都係真正去參與其中啦。但係不同嘅人咧，佢係喺彌撒裏邊咧係有不同嘅方式去參與嘅。即係神父咧嗰個主祭咧，其實佢之所以係站喺祭台之前咧，係啊，就唔係因為佢被團體去選出嚟去主持祈禱係嘛，而係佢真係領受咗聖秩聖事，係因為只有效去領受聖秩聖事嘅人，佢只能夠去以基督嘅身份去祝聖餅酒。所以當個主祭咧進入呢一個嘅彌撒嘅常典嘅部分嘅時候咧，佢就好似象徵性咁去離開咗群眾，去進入呢個至聖聖所。所以呢個就讓我哋想起咧，即係舊約嘅大司祭，即係按照梅瑟法律咧，即係普通嘅司祭咧係唔能夠隨便咁進入咧聖殿至聖聖所嘅嚇。只有嗰個大司祭，佢係一年一次嚇，佢係所以佢亦都係帶住咧嚇，可以帶住呢個犧牲嘅祭品嘅血去入去呢一個嘅至聖聖所，去為自己亦都為所有嘅全體嘅百姓去贖罪嘅嚇。所以希伯來書咧就咁講咧，佢話即係至於第二層帳幕唯獨是係大司祭一年一次咧去進入嘅嚇。咁呢個其實有非常之重要嘅預象嘅，因為喺新約咧之中咧，真正嘅大司祭就係基督啊嘛，係嘛？佢唔係帶住嗰啲牛啊羊啊嗰啲血咧去進入呢一個至聖聖所嘅，佢係最可以以自己嘅聖血咧去完成咗永恆嘅救贖嘅。所以因此咧，即係當神父當個主祭咧去開始去默誦呢一個嘅彌撒嘅常典嘅時候咧，佢就好似進入咗我哋一個我哋唔能夠跟住去進入嘅神聖嘅空間，係因唔係因為佢唔理教友，而恰恰地相反嘅就係佢正正就係讓教友係為教友而去進入去嘅嚇。咁佢帶住整個教會嘅祈禱去進入天主嘅面前。所以喺嗰個沉默咧，就唔係去排斥，而係嗰個代禱嚟嘅，係唔係將嗰個群眾去拒諸門外，而係咧顯示緊嗰個神父嗰個司祭，即嗰個司祭正正就係代表住整個教會去執行緊一項只有佢藉住聖秩聖事先至能夠執行嘅神聖嘅職務。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係話俾我哋聽，呢一個係神父嘅，呢個係一個神父嘅祈禱，可以咁講，可以話係一個神父佢係代表咗整個教會嘅祈禱，可以咁講。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呢、個即係默念咧呢一個呢、個彌撒正典咧，彌撒常典咧，係都係符合咗咩咧？亦都係符合咗聖體聖事佢本身嗰個嘅奧蹟嘅，係啊。咁呢個亦都係第二個原因，亦都係更加重要嘅，係，所以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因為喺祝聖嘅一刻嘅祭台上發生緊啲咩事啊？其實祭台上發生緊一個世界上最奇妙、最偉大嘅奇蹟，餅嘅本質唔再係餅，而係成為咗基督嘅聖體；酒嘅本質唔再成為酒，唔係酒，再係酒，而係成為咗基督嘅聖血。所以我哋稱之為呢一個叫質變，係嘛？即係變質 transubstantiation 啊。而呢個係奇怪嘅就係話喺呢個最偉大嘅奇蹟之發生嘅時候，我哋乜嘢都睇唔到，我哋嘅眼睛仍然都係睇住係餅，我哋領受嘅仍然都係餅嘅味道，我哋聞到仍然都係酒嘅香嘅氣味，我哋掂到嘅仍然都係外在嘅形狀，係冇改變到嘅。我哋嘅感官係完全冇辦法去發現本質上嘅變化嘅。所以如果你記得聖多馬斯咪喺和黃聖體嗰度咧，咪表示咗話，我哋喺呢個奇蹟喺呢個奧蹟嘅面前，我哋嘅視覺、我哋嘅觸覺、我哋嘅味覺都唔能夠話俾我哋聽完整嘅真相。我哋最終依靠嘅係天主、係基督耶穌佢自己嘅説話，係咪？咁即係話就係呢個説話係乜嘢？這是我的身體。啊，就係因為，所以我哋就相信啊，所以呢一個解釋咧，其實呢個解釋咗點解即係默念呢個沉默係點樣係去適合呢一個祝聖體嘅經文，因為就算係最大呢個就算係最大嘅奇蹟，竟然係冇雷聲、冇閃電、冇掌聲、冇戲劇性嘅表演，天主佢只係靜靜地咁工作，而呢個正正就係符合緊天主做事嘅方式，係咪？聖子降生成人嘅時候，並冇全世界都冇睇到，聖神喺童貞瑪利亞嘅胎中，隱密地咁去完成咗人類歷史上邊最大嘅奇蹟。所以同樣喺嗰個彌撒喺嗰個祭台之上，聖神嘅工作亦都係非常之隱密嘅。所以因此咧，沉默本身就係一篇嘅大嘅道理。佢話俾我哋聽咧，即係話唔單止係所有真實嘅東西都係能夠被睇到嘅，唔係所有嘅，即係話唔係所有嘅真實嘅東西都能夠睇到嘅，唔係所有偉大嘅事情都需要被聽見嘅。我哋嘅信仰並唔係建立喺感官之上嘅，而係建立喺天主嘅啟示之上嘅。咁另一樣嘢，呢個沉默嘅重念呢一個經文重念呢個經文，其實都係話俾我哋聽一種好重要嘅信息，就係佢教導咗我哋敬畏。沉默係培養一種今日非常之容易失去嘅東西，叫做敬畏。我哋唔識得敬畏。其實我哋喺人性嘅生活之中都明白呢一點嘅。當一個人咧，如果佢企喺個高山之巔嗰度去睇呢個廣闊嘅天地嘅時候，佢往往就係自然咁樣去安靜落嚟。但係當我哋冇咗嗰種，即係當我哋喺呢個冇燈光嘅污染嘅地方去觀望天上嘅繁星，好多人好少嘅人會第一個反應就係會大聲喧嘩，好少嘅。當我哋走進靈堂嘅時候或者見到一啲人佢離開咗呢個世界上面，佢瞓喺度我哋嘅聲音係
自然會降低嘅，我哋唔會大聲去講啲嘢，因為有啲嘢我哋睇到係冇辦法去形容嗰樣嘢啊。點解？其實因為當人咧真正去面對偉大嘅事物嘅時候咧，其實沉默就係一種自然嘅反應嚟。所以嗰啲點解咧？即係如果我哋面對，所以我哋點解面對面對住即係我哋如果面對住受造物，我哋尚且懂得去沉默。但係當我哋去面對創造天地萬物嘅天主嘅時候，我哋唔係應該更加應該要咁做咩？係嘛？所以呢個 canon 嘅沉默咧，就係代表正就係就係話俾我哋聽咧，現在發生嘅呢一件事情，佢唔係普通嘅事情，佢唔係一個宗教講座，佢唔係一個團體嘅聚會，佢唔係一場表演，佢唔係一班人喺度，只係一班人喺度祈緊禱，佢而係咧係加爾亞略山嘅聖祭，係以聖事嘅方式去臨現喺祭台之上嘅。所以如果我哋咧真正去明白呢件事情咧，其實沉默根本就係自然嘅反應嚟嘅。係啊。咁另一樣嘢咧，即係話沉默咧，其實就係神聖嘅言語嚟嘅。其實同我哋嗰個即係日常嘅言語咧係分開咗，因為我哋每一個人，我哋每一日咧都喺度講緊説話，食飯又講嘢，做嘢又講嘢，開會又都講嘢，電話又講嘢，甚至咧喺即係好多嘅時候咧，我哋係冇辦法唔講嘢，應該話係我哋好即係仍然都不斷咁去講嘢。就係喺 canon 之中嘅説話咧，佢唔係普通嘅説話，係啊，佢係祭獻嘅説話，而祭獻嘅説話、奉獻嘅説話咧，係祝聖嘅説話，係啦，其中最重要嘅就係基督佢自己嘅説話嚇。當佢講嚇呢個係我嘅身體嘅時候，係嘛？所以所以教會咧用沉默咧，去將呢啲嘅語言咧，從普通嘅世界之中去分別出來。係啊，就好似咧聖堂咧，同埋普通嘅建築咧係唔同噶嘛，係嘛？祭台同普通嘅台係唔同噶嘛，聖爵同埋普通嘅杯係唔同噶嘛，神父着嘅祭衣同埋普通嘅衣服係唔同噶嘛，所以嗰個 canon 嘅原意，嗰個語言咧，同埋日常嘅語言咧都係唔同嘅。啊！既然呢啲嘢咧都係屬於神聖嘅領域，佢哋咧應該自然就應當係以不同嘅方式去對待咁樣，係嘛？咁呢個默念呢一種方式咧，亦都係使到人咧去諗起咧即係耶穌嘅受難嘅喺呢個革責瑪利園嘅時候。我哋甚至可以咧將耶穌嘅苦難咧去理解到咧係理解呢一個嘅 canon 嘅沉默嘅。大家記得啦，即係耶穌喺最後晚餐嘅時候啦，耶穌佢親自帶嗰啲宗徒咧，完咗呢個晚餐之後咧，主耶穌就帶住呢啲宗徒咧去革責瑪利園嗰度。咁到咗嗰度之後咧，咁佢逐漸咧就離開咗嗰啲人群，佢走咗去祈禱咁樣，係嘛？咁佢先即係留下大部分嘅宗徒，佢只係帶住伯多祿、雅各伯、若望嚇。咁最後佢甚至離開咗呢三個嘅宗徒，去獨自去祈禱。咁佢俯伏俯伏在地嘅，去向天父去向聖父祈禱。咁中途佢都聽唔到佢同父之間嗰個所有嘅對話，所以呢一個就係一個極其神聖、極其隱密嘅時候嚟。所以而彌撒本身咧，正正就係耶穌基督苦難嘅聖事性嘅臨現。所以因此咧，即係當呢個司鐸咧進入咗呢一個嘅彌撒嘅常典嘅部分嘅時候咧，聲音都逐漸去消失嘅。我哋就可以睇到咧，即係諗下喺耶穌喺革責瑪利園嘅時候，耶穌佢即係咁神父就係好似基督一樣啦，離開咗群眾，獨自走向聖父，但係佢唔係為咗
自己嚟，但係佢唔係為咗我哋唔係為咗自己而離開我哋，佢係帶住我哋一齊走向天主面前。佢為我哋去代我哋去呼求，去祈禱，代我哋祈求，為我哋嘅罪去獻上贖罪祭，並將唯一能夠真正去補贖人類罪惡嘅祭品耶穌基督去奉獻俾聖父。咁呢個就係呢個默念呢種嘅方式咧，即係呢個默念呢個彌撒正典嘅呢個部分咧，其實呢個唔係好近代嘅事嚟嘅。其實即係關於咧羅馬禮咧嘅呢個部分 canon 呢個部分咧，究竟幾時開始係全面咁低聲去誦念咧？其實禮儀嘅學家咧，即係禮儀史學家咧，其實落嘅學者咧，其實對嗰個早期各個嘅世紀嘅細節咧，都仍然係有不同嘅研究同埋判斷。因此，我哋唔應該去淨係問，就係話簡單地咁講話中途嘅時代就開始嘅，或者係邊個時代開始？其實 Canon 一直完全Canon 其實呢個歷史嗰個證據咧係冇咁簡單嘅，應該話係啦。佢開始肯定嘅係可以肯定，我哋可以好肯定嘅話，就係話呢個係呢個傳統咧係非常之古老嘅。隨住咧即係西方嘅禮儀嘅發展咧，呢個 canon 咧係越嚟越與神聖嘅沉默咧係聯繫住一齊。咁所以到中世紀嘅時候咧，低聲重念嘅 canon 咧，其實呢個已經係成為咗羅馬禮非常之明顯同埋穩定嘅特徵嚟嘅。咁所以古代嘅禮儀學者咧，其實就喺呢個解釋呢一個禮儀嘅時候咧，佢通常咧都係將呢個沉默同埋聖神嘅隱密嘅工作咧係聯繫起嚟嘅。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可以話好美麗嘅思想嚇，即係話聖神佢唔需要喧譁，係嘛？我哋睇到聖天主佢唔係需要喧譁工作嘅，聖神亦都唔需要喺喧譁之中。佢喺寂靜之中工作，佢喺睇唔到嘅地方去工作，佢喺我哋人嘅感官不能夠察覺嘅地方工作，去完成天主最偉大嘅工程。咁亦都帶出一個即係好值得我哋反省嘅問題咯，可以咁講，就話今日好多人佢哋覺得，即係話如果一篇祈禱，我聽唔到嘅，就好似自己都冇參與一樣。或者如果我聽唔懂，或者我睇唔懂，咁我就覺得冇乜意義嘅嘢。如果冇解釋嘅話，我就覺得好似唔知道做啲乜嘢咁樣。但係呢一啲嘅背後，其實都隱藏緊一個好即係現代嘅假設，就係話我必須要理解一切嘅，我先至能夠參與一切嘅。但係基督宗教咧，其實唔係咁樣嘅。我哋可以真正認識天主，但係我哋永遠唔可能完全理解天主。聖三嘅奧蹟、降生嘅奧蹟、救贖嘅奧蹟、恩寵嘅奧蹟、基督復活嘅奧蹟，係嘛？聖體聖事更加係奧蹟之中嘅奧蹟。如果我哋係能夠完全去分析天主，去掌握天主，去解釋天主，咁樣我哋所面對嘅就唔係無限嘅天主，而只不過係我哋自己頭腦產生去製造出嚟嘅一個概念啫。所以沉默提醒緊我一個好重要、好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就係話信仰並唔係從完全去理解開始嘅，而係我哋從朝拜開始嘅。係我哋嚟到彌撒，參與彌撒。我哋參與彌撒並唔係為咗去解剖天主，我哋唔係嚟去掌握呢一個奧蹟，我哋係朝拜天主。我哋讓我哋自己去進入呢一個嘅奧蹟之中。而呢一個就係因為就係點解 Canon 喺度去到呢一個彌撒常典嘅部分嘅時候，
有時候係最好嘅參與方式，唔係淨係不同咁不斷去讀一啲嘢，或者不斷去講一啲嘢，不斷咁去翻去揾下邊一頁，去究竟我哋神父講緊啲乜嘢。我哋最重要嘅係跪喺度去睇住呢個祭台，知道神父佢正正就係為咗我哋去奉獻基督嘅祭獻。然之後，我哋喺心中講：我主，我嘅天主，我相信你。咁所以你睇到即係話有好多人係想參與彌撒，就係認為要去明白晒所有嘅嘢。其實呢個思想咧係好後期去到現代嘅時候先有呢一個思想，即係話所有嘅嘢都要開始要理解佢，係嘛？咁當然啦，即係話呢一個嘅思想係絕對係16世紀開始有嘅嚇。咁當然亦都唔可以係完全係唔亦都唔可以完全係唔歸咎於呢個新教嘅改革啦嚇。新教改革係改變咗好多嘅嘢嚇，特別喺思想方面嚇。咁新嘅改革嘅對於天主教呢個彌撒提出咗好多好多嘅批評嘅嚇。咁其中當中咧最大嘅批評就係、亦都係有呢個低聲去重念呢一個彌撒正典嘅批評。所以因此咧，特倫多大公會議咧，佢特別咧就係即係講到特別咧係為教會嘅呢一項嘅傳統呢種嘅傳承咧係辯護嘅。大公會議佢就講明就係話，彌撒嘅本質咧，佢並唔係需要所有嘅經文咧都係以高聲去重念嘅。教會係有權去按照禮儀嘅智慧去規定某一部分係高聲重念，某一啲部分係低聲重念嘅。而特倫多大公會議咧，佢甚至咧正式咧譴責呢一種嘅主張，就係話，如果有啲人佢認為羅馬彌撒即係羅馬教會佢低聲重念呢一個彌撒正典或者祝聖嘅經文嘅做法嘅人，佢哋應該受到譴責。因為呢種主張係錯誤嘅嚇，所以因此咧呢個 silent canon 咧呢個默念呢個彌撒嘅正典嘅部分嘅，絕對唔能夠睇成咧係一個即係話中世紀嗰啲人咧佢唔識得禮儀去參與而所留下嚟嘅一種錯誤嚟嘅啫。而相反咧，其實呢一個嘅羅馬禮咧，經過咧漫長嘅發展咧，形成嘅一種嘅珍貴嘅傳統嚟嘅。佢係而且咧係教會最高訓導權曾經去明確地咁去為佢辯護嘅。佢保護呢一個教會保護呢一個嘅奧蹟。佢培養緊我哋嘅敬畏，佢彰顯住實施祭職，佢亦都係要求信德，佢亦都提醒緊我哋天主遠遠超越咗我哋嘅感官同埋我哋嘅理智，所以因此，所以即係當祭台當祭台前咧，突然間即係有種寧靜，有種寂靜嘅時候，佢並唔係乜嘢事情都冇發生過。係嘛？但係恰恰相反，就係喺呢一個嘅最深嘅寂靜之中，祭台就正係發生一件最重要、世上最偉大嘅奧蹟，就喺度發生緊啦。咁所以就睇到嗰個彌撒嗰個嘅正典呢個部分佢嘅意義喺度啦。咁我哋係啦，咁我哋不如我哋喺度停一停啦。咁我哋下一集咧，我哋講一講，即係我哋下一集將會講呢個彌撒嘅常典嘅經文嚇。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今日咧其實睇到即係話彌撒嘅經文咧，究竟幾咁古老咧？我哋呢個彌撒嘅常典嘅部分其實有幾咁古老咧？亦都睇到即係教會歷代即係對於佢係有幾咁深嘅敬畏啦。就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咧，呢一個整個嘅彌撒係最神聖嘅核心，所以歷代嘅人咧，佢都非常之即係謹慎記得甚至可以講咧話唔敢輕易去觸碰佢，去改佢，
嚇。因為佢都有幫助我哋去明白就話羅馬嗰個呢個彌撒嘅正典呢個部分咧，係點解能夠以呢個咁穩定嘅形式去保存咁長嘅時間，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因為佢覺得有啲人覺得呢個係神聖不可侵犯嘅嘢嚟嘅，所以佢哋唔夠膽去掂嘅意思。咁所以亦都係睇到即係話整個呢個彌撒常典嘅部分係佢整體嘅結構嚇，所以即係話知道佢唔單止係好，即係佢唔係完全係好多經文咁去零散咁拼埋一齊，而係一篇好完整嘅前呼後應嘅感恩經嚟嘅嚇，所以佢亦都係簡單咁去睇到，我哋都簡單咁睇到就係話佢喺歷史之中點去發展啦。點樣喺點解教會選擇喺最神聖嘅部分去低聲重念啦？呢個即係我哋知道沉默唔係空白嘅而係沉默係表達咗奧蹟、敬畏同埋司祭，正正就喺天主面前所進行嘅神聖嘅行動。好啦，咁我哋下一次我哋再進一步睇一睇，我哋再睇一睇，即係話唔單止睇整個嘅 Canon 嘅大結構啦，咁我哋會逐段去睇一睇每一篇經文嘅到底喺度講緊啲乜嘢，神父嗰個嘅做嘅動作嗰啲鞠躬畫十字啊，點解要咁做咧？或者係呢啲手勢嘅背後究竟有啲乜嘢嘅象徵意義神學嘅意義啦咁我哋希望即係話唔使得等得太耐啦，咁我哋好快就可以再見面啦咁我哋繼續咧去走進咧呢個羅馬嘅彌撒嘅正典嘅呢個非常之古老，亦都非常之美麗嘅寶藏咁我哋希望最有機會去同大家分享啦。好啦，主佑。